好啦，翻嚟最後一節嘅新聞。讀書嘅時候咧，唔少人都會吹下牧童笛㗎。而家咧有另一種笛喺香港都慢慢流行㗎。由周嘉怡帶大家一齊上一番音樂堂，去認識下呢一種笛。喺台灣曾經參選總統嘅謝長廷係呢種樂器嘅高手，仲玩到出埋 CD。龍貓呢就最中意拎住佢喺樹上演奏啦。就係佢哋呢啲五顏六色、奇形怪狀嘅叫陶笛，似鵝蛋、似花樽，有啲又似把槍，全部用陶泥整㗎。有啲細到好似1蚊銀，亦都有大到好似前臂咁長。越細嘅呢，吹出嚟嘅聲就越高音。有好多陶笛可以轉笛，好好玩，同埋啲音樂好好聽。導師話陶笛音色原始，有較強嘅共鳴感，最啱吹奏民歌。想吹嘅時候就可以隨時拎起。本身嘅音域係比較窄少少嘅，咁可能有時我哋需要用幾支唔同嘅陶笛，咁需要一啲嘅編排。咁初學者學嘅第一首歌呢，多數都會係學吹馬利有隻小綿羊㗎，一般10分鐘內都會學得識㗎啦。不過吹嘅時候呢，就要注意唔可以吹得太大力，同埋要揀翻一個啱自己手型嘅陶笛。咁陶笛唔單止可以吹，仲可以落手落腳整添。咁先將陶泥浸落水，開成泥漿，倒模，等3-4個鐘頭凝固，再將兩邊合埋一齊。最後開窿同調音，呢個步驟呢就最花功夫啦。窿嘅大細都會直接影響吹出嚟嘅聲音。花咗2日時間，基本工序就完成啦。效果又係點呢？我覺得佢有我想要嘅聲音，自然得嚟有少少泥土味嘅。原來劈少少，厚少少，出嚟嘅聲音都會唔同。坐啊！一班陶笛發燒友最近就透過 Facebook 組織起嚟，得閒就約埋一齊 jam 歌。覺得自己日常嘅工作嘅壓力啊、煩惱啊咁樣，都完全忘記咗自己沉醉一個好舒服嘅境界。無線電視記者周嘉怡報導。陶笛一般咧就賣幾十蚊至到百幾蚊，亦都有啲貴啲嘅，1萬幾蚊、幾萬蚊咧都有㗎，視乎大細啦、音色同埋手工。唔少小學同埋中學都有陶笛嘅興趣班，另外有唔少人亦都會自學添㗎，買本書咁照住啲指法嚟吹奏就得㗎啦。